在2012年，那时候刚有了自己第一台电脑，接触到网络上的资讯开始慢慢变多，尤其最常看实况组的 YouTube 影片，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卤蛋的《死亡复数2》，这段会笑死。当时对僵尸的印象还停留在《恶灵古堡》的电影及游戏上，第一次看到原来恐怖的东西也能如此的好笑，因此让我对这个游戏开始产生好感。但碍于电脑性能的问题，一直到上高中才能完整的接触到这款游戏。而再一次玩到，已经是2022年 Steam 上面刚好在做特卖的时候了。故事开始于一场在好运城的赛车游戏，主持人 TK 鼓噪着台下的观众们的情绪。主角查克格林因为女儿凯蒂感染了僵尸病毒，需要钱去购买名为姜丽婷的药物，被迫参加这场名为真实恐惧的游戏。游戏的内容是以谁骑了电锯机车击杀的僵尸多，谁就是赢家。由玩家扮演的查克格林当然不负众望的拿到了第一名，但其实我是在最近玩的一次才拿到第一名。比赛结束后，从更衣室出来，与刚刚伴在 TK 旁边的金奶银奶瑟瑟的对话后，便前去休息室接女儿凯蒂。然而在搭乘电梯的过程中，突然发生了爆炸。回过神来，眼前已经充满僵尸以及慌乱的人群。在一群僵尸中，好不容易杀出重围救到女儿，但出了大门，竟然是更多的僵尸在等着她。好在有人开启了避难所，查克跟凯蒂才得以及时获救。避难所的大胡子保全哥在检查进入的人的时候，发现凯蒂手上的僵尸咬痕，但查克声称他持有姜丽婷，这才让他们两个能在避难所里安定下来。但其实查克最后一剂姜丽婷已经用光了。正当查克苦恼着该如何解决现况，僵尸人权保障组织的领袖史黛西主动和查克提起他能去商城的药局看看，说不定还有剩余的解药。而查克也透过通风管道来到了商城。在解决了几个小混混和救了药局店员之后，顺利的拿到了姜丽婷。但坏事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查克和史黛西看着电视新闻时，突然发现自己被诬赖成是好运城沦陷的凶手。史黛西看到后也紧张的退了几步，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查克还跟凯蒂正忙着逃离僵尸。是可忍孰不可忍，查克在发现自己被臭的时候，立马决定去揪出臭他的人。在查询线索时，意外的遇上刚刚在播报新闻的记者丽贝卡，两人以我帮你揪出凶手，你给我好新闻的条件开始接下来的合作，而游戏主线也在这边正式展开。虽然说要开始跑主线了，但其实《死亡复数2》的乐趣一点都不是在看剧情上，如何用最多的花样去玩死这一群僵尸，才是这个游戏的看头。游戏中有一个特别的系统叫做组合武器，能利用在游戏中有扳手图案的物品去组合出新的东西，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出来的。朴实无华的东西也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杀伤力。最常见的狼牙棒一开始就能拿到，很适合在进出场前清开地图边的僵尸。消防斧加锤子做出来的亵渎者，伤害力贼高，但缺点就是转太多圈会头晕，得花相对多的时间来恢复。其中最好用的当之无愧是金刚狼爪，近战神痛，砍僵尸一片一片倒的，对上 BOSS 也是可以稳定输出。重点是在游戏的前集就能拿到的好东西，我一直用到最后都还在用，非常好的一个武器。异想天开的，像是工地帽加上啤酒直接变成啤酒凉帽，补血的神器，为我们省下许多食物的摆放空间。虽然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但是我们查克只要喝超过3次饮料，它就会吐出来，直接让你的游戏变成困难模式。看起来很闹的头套加上割草机，如果发动了被碰到马上就会掉下来。原本不知道这个是在闹什么的，但它其实是砍 BOSS 超屌的武器，只要削对的地方，血真的是半截半截在扣的，兼具了搞笑跟杀伤力。刚刚提到了这么多次 BOSS， 这一代游戏的 BOSS 全部都是由人类来担当的。或许在灾情中失去了工作或挚爱，让他们陷入疯狂，又或许单纯只是想要来砍人跟砍僵尸而已。在游戏初期便会遇到长相神似杰伦的机车男，喷着垃圾话要主角跟他再打一场来满足他的求胜欲。他其实是个相对好打的角色，我们可以用环境的树跟场景去把他困住，趁他倒车出不来的时候对他的背一顿疯狂输出，几轮下来就能带走他。干掉他之后，他的摩托车就变成我们的摩托车了，可以在工作室中爆改成电锯车，僵尸就变成一群一群在清的了。也是在游戏初期，当我们还在探索地图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疯狂大厨。由于他错把查克当成美食评论家，在查克澄清之后见笑转生气，扬言要把他的骨灰扬了，并把它做成料理。这个 BOSS 他会一直靠吃东西来回血，一次来回很多，看着好不容易砍掉的血条又补回来，当下的心情真的是很干。但好在我们有酷酷的头盔可以给他超高的伤害，最后能死在油锅里变成食物，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美味的解脱吧。最后要介绍的则是我在游戏中最感到恐惧的 BOSS 斯拉皮。
一个大头配上一个诡异的笑脸，神出鬼没在查克的身后，令人不寒而栗。在发现查克是新闻上通报的凶手之后，将自己女友的死怪罪在查克的身上，并想解决查克。标配的火焰枪使我们想靠近他都有困难，原本以为会陷入苦战，但没想到意外的竟然找到了他的弱点。当他在滑直排轮要冲过来的时候，可以当面给他脑门来一个飞踢让他跌倒，趁机对他输出，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让他滑倒2次，可以在短时间内结束这场战斗。现在想想真的不知道当年为什么打不赢，也可能只是因为我单纯害怕他而已吧。除了上述的这些 BOSS， 还有像是逼婚的猪头、神经质的邮差、屋顶上的4个狙击手等等，这些都是挺有趣的 BOSS， 之后有机会也可以向大家介绍。在去打 BOSS 的路途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救助到一些幸存者，虽然看似拖油瓶，但幸存者就是游戏中经验值的主要来源。救助一个幸存者抵20-30只僵尸，有特殊性质的甚至更多。但经验值真的有那么好赚吗？很遗憾的答案是不。有些幸存者需要主角提供一些特别的帮助才愿意给主角救，有人被僵尸咬需要将力挺来救自己，有的掰咖或是喝醉不能走路，要主角搀扶才能走得快，有的是美人鱼。美人鱼。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One Hit Wonder 这个任务。一开始看过场动画，原本以为要打 BOSS， 但没想到是要满足他的需求，他才会释放人质。接着就开始跑他的任务，从他口渴帮他准备茶水，到用鞭炮帮他吸引僵尸观众，到后来去后台帮他打灯，直接变成音乐游戏。一套做下来，他终于肯释放人质，后来变成幸存者的一员，可以说是可喜可贺，可口可乐。回到剧情，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发现查克原来是被一开始真实恐惧的主持人 TK 凑成凶手的。他带着一堆雇佣兵来把金库洗劫一空，随后更是发现原来提供丽贝卡伪造影片的线人，竟是一开始和 TK 沆瀣一气的金奶银奶，和他们无情开战。这场战斗很简单，只要你随便把金奶或银奶打死，另外一个也会失去战斗能力。直接进入剧情，银奶先是诅咒查克，再在金奶旁边自杀，也真的是挺狠的。见大事不妙的 TK 原本要坐直升机逃跑，但我们查克靠着天台上的东西把直升机给砸了下来。虽然最后他侥幸活着，但还是被主角绳之以法，铐在了避难所。原本以为事情到这边便告一个段落，剩下就是等到军队的到来，但没想到此时下水道突然冒出了滚滚的绿烟，僵尸因此发生了突变。原本来肃清僵尸的军队瞬间被僵尸给肃清，军队的队长光头哥也因为失去了同伴发疯变成了疯子。绑架来挖新闻的丽贝卡便把主角当成僵尸，但我们的查克是谁？随便拿着武器突突突就结束了这一场闹剧。其实后来仔细想想，他也蛮可怜的，奉命行事，但弟兄全都死了，剩下自己，这不论是谁都会在那边崩溃的吧。随着更深入的调查，发现原来好运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由江丽婷的制药商菲诺瑞公司在搞鬼，为了自己的公司的股价以及销售量而牺牲了一整个好运城。得知这个重磅消息的丽贝卡正准备要告诉新闻台时，却被大胡子保全哥一枪打死。原来他才是藏最深的鬼。正当他准备开枪干掉其他人的时候，史黛西及时的阻止，他仓皇的逃出了避难所。我们查克也立马追了出去，与大胡子保全哥大战在天台。他正呼叫着飞机来接他，但挚爱丽贝卡被爆头这个仇怎么能不算？我跟丽贝卡可是纯爱啊！查克喊着。那我就是大义。大胡子保全哥回应。在一些酷酷的上去又下来的过程，把大胡子保全哥给干掉了，最后让他死于身体被飞机扯断。我们也抢过了他的对讲机，联络了新闻公司的人来救剩下的生存者。当所有的幸存者都到了，却迟迟不见凯蒂跟史黛西的踪影。原来他们两个是被挣脱了的 TK 绑架走了。查克赶到他们被绑架的地方后，被 TK 用电击棒从后面偷袭，晕了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被倒挂在一开始的舞台上方，旁边则绑着凯蒂跟史黛西，好不容易挣脱开来要救他们。此时 TK 却跳出来搅局，就此展开最后一场 BOSS 战。一开始带在身上的武器是被清空的，所以得利用一些空档去收集食物跟武器，还不能忘记要救女儿跟史黛西，还要防 TK 时不时跳出来烦人，其实是有点难度的。打输了几次之后，我决定一次收集完所有的食物跟武器，不管凯蒂跟史黛西，等 TK 出来直接对他一顿疯狂输出。这个方法竟然出奇的有效，也让我顺利的打赢他，救下了大家，并迎来最好的 S 结局。虽然游戏已经出到4代，但我还是最喜欢2代带给我的感觉。对我来说，适中的地图、直观的操作跟深刻的人物刻画，无一不吸引着我。
但我想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它带给我的情怀吧。转眼间，它也变成了10年前的老游戏。尽管其他游戏的画面跟玩法都在进步，但也无法改变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大家有玩过什么游戏也让你这么有感觉的吗？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哦。之后有机会也会向大家介绍3代跟4代的，请大家敬请期待。再麻烦大家帮忙按赞订阅，另外也可以去我的频道看看其他的影片。